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夫妻类嘅节目。今晡日咧，你类嘅里边咧，你嘅好朋友之前佢类嘅事情係让大家去了解，太冲去冲口，形容因类ฉี風啦、飼料啦、寵物有問題嘅伊都有平頭。不過今晡日咧，佢呢度節目咧，唔係講你一單嘅，因為咧佢出性素咧，所以今日好啦，大家去了解一下，你嘅性上佢出嘅性素係乜嘢咧？其實你嘅裏邊蔡仲潤性上分享。大家好，那是蔡仲潤性上。我今天要来介绍我的新书，是不点医师给小学生的成长指南。第一次照顾自己就上手。哇，我们要恭喜性上，恭喜这个医生也出书了。松白呢，上一次呢，你改不点医生呢，还配几个性上。先生，用下来送节目，那时候还没画完。对，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画完。结果才一会儿，摸几改膝盖你就出书了。因为小朋友一直催，他们想要赶快看到这个书印出来，就每天就在我旁边，就是拿着玩具在我旁边，一直问我画到哪里。真的，很用心没有躺头俩是会祈祷。为什么不点医生说，小朋友一直催？因为这是一本小朋友就可以看的书。没错，这本书的话，其实里面所有的文字呢，都是像是小朋友对着小朋友说话的，所以他们看的时候会感觉好像有个声音在跟他们说：“小朋友们，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漫画，有30几篇跟自己身体健康有关的漫画。所以很黑，就是爸爸妈妈也可以让小人跟小孩一块看，共下看。对，其实这本书也非常适合亲子共读，就是爸爸妈妈可以看针对小朋友他现在的情境啊，或是针对他现在最在意的事情，像是比如说，要不要洗澡？为什么要洗澡？为什么要刷牙？或是说出去玩扭伤怎么办？这种他就可以翻那一篇，然后读给小孩子听。那我在写文字的时候，我在这本书出来之前，我其实每一篇都有读给我家小孩听，确认他们可以把它听完。对，然后他们喜欢，就是可以，对，就是可以够那样的专注度。对对对，就是因为有些医学的书比较生硬，小朋友大概听2句就会很困了，所以我有注意到里面的一些文字要用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要有一些怪兽啊、魔法、妖怪啊，然后比较温柔跟一些像讲话的语气，对他们说话的语气来写，所以我念给他们听，发现他们听有专心听，听得懂，喜欢，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写，这样是。让用心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这本书我自己也是全部都读完。不过我读它的时候，用的时间很短。为什么？因为来发也不点心上呢，给非松改理会，因为地读又动豆改穷黑蛮法，用改东西，所以你偷改时间是不启动，唔会无聊，唔在讲唔会无聊。地不读改诗，小头非松改简单，意思是黑讲地西动给那时都得本台家都了解，所以就是会觉得很快就可以读完，然后又得到一些，我觉得动宠了改地西，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小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书可以读？真的，因为小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讲魔法图上网去查资料嘛，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真的就是性上在课堂上教学，你就会学到什么，是不是好动嘛感？够现在的小朋友可以自己阅读，对不对？对，哇，太棒了！其实两本书地读动都精彩感女用走给到台家的分享。够，我知道性上你出这本书，其实真的是因为爱。对于孩子的爱，对不对？因为你刚一开始就说哇，这个2个小孩子问什么时候会画好这样子。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现场有这么多的路障，那因为我从之前有分享过，我以前就是医学生开始画漫画，然后就用那个路障当主角，画一些医学日常或是卫教知识。那我们小朋友从小就看我在那边画漫画，可是他们有去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哥哥去学校的时候就发现说，为什么同学都不认识妈妈的漫画？他就跟我说，我好希望我们学校同学也可以都认识妈妈画的漫画所以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就出一本漫画书，让你带去学校。我后来有捐一本给学校图书馆，好可爱，让他真的可以在学校到处跟同学宣传。对，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如果他自己知道这些知识，所以他的概念比较像是我可以跟朋友分享，来走到同学的分享，然后我一旦跟同学分享，所以同学也可以看到妈妈画的漫画或是妈妈写的字，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记得每走得了解地读改地写，可以了解里面的知识。对，因为其实里面每一个篇章都是小朋友问过的问题，像是比如说妈妈，我今天可以不要洗澡吗？对。
我今天可以不要刷牙吗？我可不可以不要睡觉？然后或是说，被蚊子叮怎么办呢？或是说出去玩，为什么我可以吃零食吗？我可以吃什么零食？他们问题很多，或是我心情不好怎么办？或是妈妈，我昨天做噩梦，我觉得好可怕。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把他们的问题集中起来，然后就是每一篇就是回答一个对小朋友来说他切身关心的、他自己很在意的问题。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关注做噩梦那一篇，真的，因为我也太音，那第五读都谁应该问题，比如我有谁性猫，然后我耳垢怎么办呢？对不对？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有改善，然后第五读又总的就是讲到做噩梦，然后我还特别关注一下，我想说做噩梦是不是我也要来关心一下，因为我也会做噩梦，然后我想说看完之后我会不会得到一些指南？有没有？第一次照顾自己就上手这个成长指南，这个书有没有什么样特别要提醒大家提醒大家的阅读的方法？这个阅读的方法呢，其实它就是用小学生也看得懂的医疗常识，所以如果是大人阅读的话，当然就是说你就可以直接就是从文字跟漫画搭配阅读。那如果今天是小朋友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拿给小朋友让他自己翻。小朋友第一件事情通常都是先把漫画看完，对，然后漫画看完之后就可以针对他比较有兴趣的那一篇去跟他讨论里面的一些医疗的知识，或是说另外就是像前面讲到了，针对他现在的情境，比如说他如果问说妈妈可不可以不要洗澡的时候，就可以找个时机，然后翻开洗澡那一篇，跟他说为什么不洗澡会变臭，那为什么要洗澡，或是说根据小朋友他当下，比如说我出去公园玩，我脚扭伤了，我要怎么办？他就可以拿那个脚扭伤那一篇来看，我们要怎么办？这样哇，真的很棒哎！所以其实像这些东西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其实都可以在医生的粉专那边得到一些相关的讯息，对不对？其实里面很多的篇章在粉专里面是没有分享过，是，对。哦，太棒了！所以是只有书里才有的，这样。所以是，然后大家在讲，大家有兴趣，大家以卖素食丑的，没有，我觉得值得收藏，因为这些知识绝对值得收藏。我觉得非中改重要，因为非中改简单，你看是看得心，你不会觉得很困难。就刚才信上又讲了，我说怎么阅读，信上讲还讲声音有问题改时间，你是走在纳数让你讲，因为不是说你不要不洗澡，你这样会很臭，不是这样子。对，这有原因在里面。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老实讲，那都两本书改世界，我心里性灌读的确有在想说，怎么那么多字？我想说这个字好多哦。我想说，虽然说小朋友会先看漫画，不过来得起懂字很多，我就在想说，这样小朋友读得懂吗？其实一篇的字大概有控制在1000左右嘛，对，1000左右。那其实小朋友现在阅读量还蛮大。之前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不要说笑话说，其实人读最多纸本书的时候是高中以前，因为高中以后因为工作啊，或者说因为现在手机时代、电脑时代，看纸本书的时间其实就会下降很多。可是因为国小、国中，加上因为父母也会不希望小孩一直看荧幕，因为对眼睛不好嘛，然后有时候对发育也不好的时候，就让小朋友大量阅读，尤其是现在最近不是媒体在炒什么素养题，大家要多阅读这样子。所以其实纸本书的话，就还蛮适合小朋友去阅读，又比较不会伤到眼睛。那因为他们现在阅读量蛮大的，所以其实这个文字量对我给我们家小一，我们家大哥哥是小一去测试过，他觉得字不会太多，他觉得还好。对，而且字也都看得懂。对，里面都是用简单的字。是，所以咧，谁老大家咧讲，哎呦，我们在讲昨天不给几个来看地气，我觉得还可以培养专注度。没错，没错哈。你像他坐在那边看书，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好，我的年代，就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或是上网可以看到这么多治疗黑猫，就什么抖音啊、Shorts 那种东西，很吸引我们。所以挑白真的是花好多改时间来看书，我真的觉得有差。到了现在，其实要好好专注看一本书，我就会发现我会没有办法专注，或是会觉得很容易就分心。所以我起头走的那两本书，不管很妈妈头还是声音头、抬杠穷好头，我真的觉得很棒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除了刚性上讲对不对？又死走在看，又漫画走在看，所以它里面是有角色的。
对，里面有角色，是不是？请布点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里面的角色。那里面的第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就是这个路障医师，就是这个，对，就是那个路障医师。好可爱。其实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就这个是长袍，那个是短袍。那长袍是一个已经从医学生长大成主治医师的路障医师，他就在里面专门介绍一些医疗知识。那个性也是比较幽默，然后比较天然呆那种。那另外那个布点呢，其实是我原本以前自己的角色形象，就是一个小黑点。那他在这个书里的角色呢，就是一个路障医师的好朋友，他负责提出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或者说跟路障医师一起生活遇到的事情，这样子两个人就可以一搭一唱的演出很多有趣的故事。那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那个布点啊，那个布点它其实会进化成人类的形态，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小女生，对，就是小女生的上面的发圈有一个小小黑点，代表说她是变身的。那因为很多小朋友很喜欢这个变身的概念，就是我平常讲话的时候是 Q 版的，是上面这个黑点，可是我真的要做什么的时候，我是可以变身成这个可爱女生，然后就有可以不同的打扮，然后不同的表现这样子。对，好，所以係講大家看了一本書嘅世界是昨天演習兩冇強嘅角色，但係角色對於呢個任務非常嘅神奇，還有乜嘅精彩嘅內容，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嚟講。今日當番兒做啲繞牆道彩中潤線上布點醫師呢度節目啦，大家都分享幾改性數哦，提一百照顧起幹就回來就上手了，是真的是小朋友的這個成長指南，對吧？好，做啲爸爸媽媽強下看，成兒強下看，冇成兒自家看咪做啲，啲唔到要當到嘅溫室，要當到嘅突發，所以大家可能非常嘅簡單。不過講到嚟呢，分兩本書也是就會有很多的驚喜。怎麼說呢？你看像這個就是這個很可愛，等一下。這就是小朋友畫的，對，這是小朋友畫的。那像目錄這邊有2隻是我家哥哥畫的，對，那這個是那個小朋友畫，那個上面就是他們在看完這本書的小小的心得。那因為中班的那個弟弟剛學會注音，所以我把他寫的注音就是原封不動的放上來。對，然後非常的等一下。然後像那個弟弟的這個短短的那個注音啊，對，它雖然短短的，可是它其實那一行字他畫了半個小時才寫完，就是一個一個去刻那樣子。有。那哥哥的話，這張圖他說我覺得，是不是？對，我覺得，而且他寫整本書，整本就是注音。對，整本書都很好笑。然後旁邊，對，我覺得整本書都很好笑，對，好可愛。然後旁邊是一個小小的計程車，上面有做路障跟小不點這樣子，然後上面是哥哥畫的放屁火箭，他說就是2個路障在裡面，他們努力的放屁，把火箭就是驅動，然後整火箭就會跟着這個屁動力飛上去。可是代表他真的對這本書有融會貫通哎，因為他必須要融會貫通，他才有辦法做，才有辦法這樣畫哎。對啊，好可愛哦！我現在很難想象他們長大再回來看這本書的心情是什麼，因為現在他們還是小孩嘛，對不對？然後等到他們喊白台世界很大很大的時候，好，不管。總言之，他們長大之後，我們就在，你看像你小時候，你小時候畫的，而且全台灣的人都看到了，好幸福，動幸福，很動等一下哈。我們講聊是聊本書，我們可能世界是不是又動到改驚喜？如果聊到大家的分享一下，其實這只有一個很重要的5大主題，對不對？我們有5個部分，是不是請布點醫師幫我們分享一下？到底用哪5大部分？我們這本書呢，重要的5大主題是 Part 1是好奇寶寶探險，對，是認識自己的身體。那認識自己的身體，就會從我住在媽媽的肚子裡，就開始胎兒怎麼來的開始講，然後講完胎兒怎麼來的以後呢，就會講說男生女生有哪裡不一樣，哪裡不一樣。接下來就講做夢，因為很多小朋友很在意做夢這件事，就為什麼會做
做梦，那做噩梦怎么办？我不晓得小朋友很在意做梦这件事因为他们对于梦，就是梦里面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他们会跟你说：“妈妈，我做梦什么什么的。”就比如说，他觉得他睡觉的时候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或是说他睡着的时候好像有看到什么场景，或是他白天可能看了电视，或是看了什么卡通，有什么刚好有怪兽什么的，他可能睡觉就会想到那个怪兽，就会。晚上就会起来，这种事情他们其实也会讲。那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你改用轻朋友还没平常时水母改时间没本梦，所以反而是谈音本梦时间度，你很容易的面对。我觉得大人做梦的时候，应该是去上网查解梦吧，对，有什么预知梦之类的，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样子。大概说这个梦解梦是一个后轮啊，后轮，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从书中，所以我这一篇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因为我要很认真去面对我做的梦。对，然后里面还有什么？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会打喷嚏啊？我的牙齿为什么会掉？或者为什么有耳屎？还有运动有什么好处？对，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认识自己。那第二个部分就开始我们要预防疾病变健康。那就像说为什么要刷牙？要怎么保护自己的牙齿？然后或是说为什么我们每年学校都要打疫苗？疫苗这件事情其实小朋友很在意，因为有些人就会说，我在学校打疫苗，在学校打针很痛啊，而且又会哭啊，会觉得很丢脸呐，就不想打。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说，打疫苗是让你升级的过程，是小勇士这样子。那或是说同学感冒生病，我也会生病吗？或是便秘的事情，或是可不可以不要洗澡、不要洗头？还有一个很多父母在意的就是手机看太久对，要怎么预防近视？这样子。OK，所以你看这边还有，比如说，是不是还有像小小冒险家出发，对不对？在外要注意的事情。对，就是在预防健康中，接下来就是小朋友会常常出去玩，会去公园玩，或者想要去外面跑跑的时候，就会可能会扭伤，可能会被蚊子叮，可能会想要玩完之后肚子好饿，想要吃点零食，然后结果吃坏肚子，对，怎么办？之类的，像这类的事情呢，就会在小小冒险家，或是太阳很大，像最近夏天嘛，太阳很大，要怎么去防晒？对，这个就会在小小冒险家出动里面，就还有为什么会晒黑那个原理呢，也会写在里面这样子。对，好可爱，还有看到蛲虫。对，蛲虫，现在小朋友还会？其实现在蛲虫蛮少的了，可是小朋友还是要做那个贴纸检查。对，就是贴屁股，我们应该都贴过。我有贴过，我有贴过，有，大家应该都贴过。现在还是会贴，因为虽然发生率很低，可是一发生就很麻烦，因为全家都要清洁消毒，而且大家还要一起治疗，所以尤其是现在小朋友喜欢去沙坑玩嘛，那你去沙坑玩完之后，就比较有可能会就是吃到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就还是有机会得到，所以避免这个机会，这个议题还是很重要。哇，你看现在连到布点医师用大嘴骨聊天，就会觉得其实已经吸收到好多知识，这里面都有讲的很多的内容。还有这边还好可爱，就是我要变大树，就是长高长大的秘诀，对不对？没错，因为对小朋友来说，长高真的很重要，因为长高人生只有一次的机会长高。对，像我现在就没机会了，我现在身高这么矮，就是小时候熬夜，然后吃零食，然后不睡，就是运动又不够。那长高的秘诀其实对很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内心坚强小勇士，对不对？对。然后这本书其实最特别的地方是里面有加上情绪的部分，生气怎么办？难过怎么办？还有就是我嫉妒同学考比我好，我觉得这好重要，这好重要，对不对？而且有时候大家会想说，我这样是不是一个不对的行为，对不对？我这样子好像不喜欢别人考得比我好，或是什么？对。那在情绪这一篇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里面有加上就是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小朋友有这样的心情，要怎么办？对，像以嫉妒来说，他就有说，当小朋友嫉妒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怎么做？因为其实很多小孩的心情跟父母的反应是非常有关系的。像有时候父母就会不经意的说：“你看那个谁谁谁考第1名，好厉害。”对，或是那个谁谁谁，或是为什么你不能像姐姐一样？为什么你不能像哥哥一样？这种
说法，其实就很容易让小朋友产生比较心跟嫉妒的心。我觉得我现在是大人，我也不想要听到这个耶，何况是小朋友。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我现在是大人，但如果大家说，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一样？我为什么要跟他一样？对啊 ，why？ 为什么？对啊，对，你考第一名，你没考第。我为什么要考第一名？对不起，你看，何况是小朋友，什么？对，然后像有时候小朋友生气啊、难过啊，其实有时候他们的情绪回去跟爸爸妈妈商量的时候，父母有时候也会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像情绪的这一篇就额外的加说，当小朋友产生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可以怎么做？对，我觉得这等下动宠然后，你还没黑总嘛，一块写写到大家的分享，两本书其实台英谁子，爸爸妈妈谁经走在穷下考一起阅读，就是因为像刚才讲性上讲的，黑讲从情绪这一篇，其实不是只是小朋友怎么样学习处理其大概情绪，还要从哪给谁？爸爸妈妈面对是，他可以怎么样协助小孩？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过哇，这个情绪篇我也还没动总一款，可是而且有一篇特别到台大都提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太可爱了，就是大便塞车啦。对不对？我觉得这我好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只要便秘或是没有顺畅的大便，我觉得整个人都很不开心，就会身心觉得都阻塞了。我真的有这个感觉，不知道台大会起头，就是摸洗，总得，我觉得你只要没有办法好好的大便，你就觉得整个人就是不开心。那这个大便火车这一篇啊，其实我们家小朋友看了也感触很多。真的吗？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小孩的打油诗，其实小朋友真的很多打油诗，叫做加油努力，大便要用力，大不出来没关系，至少要放屁。全台湾的小朋友，我前几天才去高雄，全台湾小朋友都会吗？对，我前几天去高雄在演讲，讲到这一句的话，就有妈妈说，对我家儿子也一直讲这个，所以屎尿屁这个事情对小朋友来说是每天的大事。他今天没大便，他就会说妈妈，我今天还没大便，为什么我今天还没大便？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小朋友很重要。那大便火车的话，就有点像是说我大便列车从我的肠道出发，然后呢目标是厕所，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这个火车顺利的从肚子到厕所，那就要多喝水啊，就不会有宿便。那因为漫画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颗的石头，说我是宿便，我挡住火车的路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铁轨干裂，就是漫画里面的铁轨干裂，所以我水喝比较少，所以铁轨很干，所以车子就无法行进的很顺利。所以就多喝水、多吃蔬果的话，火车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冲出去。那这个看完之后，我们家2个小朋友就会变那个便秘小尖兵，有没有？整天就说我要喝水，说妈妈我今天还没吃水果，我觉得很棒，我火车会到不了站哦。为什么你们家小朋友这么正面？你们家小朋友好正能量啊！他真的很认真，就去，好像是指南呢，他们就要完成那个任务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尤其是因为2个都男生，小男生对于完成任务这4个字，就很像在那个玩游戏打怪，有没有？你跟他讲说这是你的任务，或是完成任务，而不是说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要怎样。你要跟他说这是你的任务哦，你要想办法让火车到站哦，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游戏，很有趣这样。所以他们2个大便如果真的大下去的时候，之前就有一次他们大完就说妈妈我到站了，我说啊好你到站了。我在想这个玉成跟玉人2个小男生应该很少有便秘的经验，因为就这么动怪去走，爱用改走速地图，爱用狭的去走，是真的就是不会便秘。完可能谈不点心上分享完都改谁故事，其实动就意思，还有动改谁故事，我来讲，所以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大家对小改不点医师改性数哈，体质白照顾起嘎就回来就上手了。对啊，我们就自己照顾自己哈。收听节目性上用拱头啊，这个情绪这一部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小朋友谁好写，我觉得等于是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不过有一篇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让用心朋友的小改，我们有个性别篇。对，这个很有趣，里面就是有讲到男生女生为什么不一样，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只有男生跟女生，有时候会有一些多元性别的朋友那这个要跟小朋友解释的时候，有时候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要讲的让他们听得懂。
可是呢又不能讲得太敏感，或是有些家长会很在意，说你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所以我后来就想到说，我们用灵魂跟身体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人啊出生可能会有男生的灵魂跟男生的身体，可能会有女生的灵魂跟女生的身体。那有时候呢，大部分的人男生的灵魂会在男生的身体里面，女生的灵魂会在女生的身体。可是有些时候那个灵魂可能会。男生的灵魂可能刚好在女生的身体里面，那这个也没有关系，就是重点是说每个小朋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特别的存在，不一定是说一定要灵魂跟身体是一样的。这样子，然后用这样的概念的话，就是小朋友就比较容易理解。而且之前有小朋友就是回馈说，他们很喜欢那个小灵魂的漫画，就是很那个，因为漫画的第一格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灵魂的花园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灵魂产生，那灵魂来到人世间，到了不同的人的身体里面，就变成了我。这样，所以我的灵魂跟他的灵魂不一样，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我们都是独一无二、很特别的个体，这样子。好，看哦，唐先生要讲的时候就已经听了一段很棒的故事，你会觉得很好听，可是读安永盖狗仓地图，其实你就了解了很多的知识在里面。从么吼，毕竟在讲安永以后，两本书是从双推节目讲到的地图的内容非常盖丰富，可是它就动等一下来提供，你看这是一个彩色的封面，对不对？它真的有彩蛋呢，因为你知道翻着翻着不小心封面掉了，竟然里面还有。没错，这个是一个飞向宇宙。就是放屁飞向宇宙的三角锥。那其实这个三角锥本来是要拿来画手机壳，然后是没有衣服的。那这个衣服是我们家小朋友坚持说，里面的路障每个三角锥都要穿衣服，所以我又加了衣服上去。那其实漫画里的三角锥啊，有些其实本来是没有衣服，因为我本来想说三角锥应该没有衣服应该也没关系吧，对不对？你看路上三角锥，对，那结果小朋友他们就说不行不行，里面大家都要穿衣服这样子，所以里面三角锥都一定有穿衣服。然后接下来就是封底的部分，对。那封底的话呢，它其实是在粉丝专页，就是脸书专页有出现过的漫画，是要解释说为什么我从医学生入账。到了主治医师还是入账这样子，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很多人喜欢，所以大家会舍不得说这个角色长大就不见了。然后第二方面是说，就是成为主治医师以后，其实有不同的要做的事情，那很多时候会有其他的护理师、住院医师会帮忙做一些事情，然后觉得大家都很能干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自己也像一个超大型的路障。然后其实不一样的话，医学生是短袍，主治医师是长袍。因为这是台湾的常态，然后后面再带着2个小路障学生的这个画面，这样子。好可爱，动等一下，你看，就安庸英，就是你走的了解动动 ，UK 不点心上帮他拟人化之后，这个在这里你就会觉得嗨，就会有一种就是嗨，好像可以跟他讲话的那种感觉。摸摸他的头。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是不是有安庸盖感不够？我觉得很棒。其实这本书一开始节目一开始从也是有了大家的分享讲，哇，送买很多信上也时间也没有很久以前，很快速的时候，这本书其实就写完了，这样子就觉得哇，速度动加。不过在创作该狗仓地图，其实信上还又经历了一些低潮。对，因为我在出第一本书之前，我原本就是有先画一些医学日常嘛，那医学日常画了一段时间之后，累积到几万个粉丝之后，就有先出第一本书，是主要讲医学生的在医院生活的日常，叫做不好意思，我们挡路了这样子。那可是出完第一本书以后，我其实有经历过第一次的低潮期，是因为我画漫画的时候目标就是出书，那结果出了书之后，就有一段小时间失去目标。可是那个是第一次的低潮期，那个还没有很严重，因为那个完了之后就还是有继续画漫画。那第二次的低潮期反而是在小孩出生以后，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医院工作的时候，我是外科医师，那外科医师其实非常的忙，而且住院医师很忙这样子，所以我在怀第一胎的时候，怀我们家哥哥的时候是早产。那早产的时候就有安胎住院，安胎住院就会一直打针。那打针因为常常都是打在右手，所以那时候就是打针完之后，其实右手的功能就有一点比较没那么好了。那在生完小孩，因为小朋友早产的关系，所以他生出来就是很小，就大概这样子而已，就是2000多公克，很小。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努力把它养大。我就很认真挤母奶。我那时候住在那个妇幼医院的附设的月子中心，然后我挤母奶的量是所有妈妈的第1名，就是我疯狂的挤，然后就是电动挤奶器也
挤，然后手挤也挤，就造成说我2只手的负担，尤其是右手负担非常非常的大。那结果后来再加上抱小孩啊，做事情，后来就有一段时间右手连这样子打开的动作都打不开。那因为对我一个画图的人来说，右手不能用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然后加上我又是外科医生嘛，然后需要在开刀房开刀。那右手打开受到障碍之前，那阵子很严重，就是我连名字都写不出来，我只能画一条线，就是我名字只能写一条线，因为我或者偶尔弯一下，因为我只要稍微写一下，就有这样的动作就没办法，打开也不行。会很痛吗？会很痛。对，然后也没有力。所以后来就是买一些复健的辅具，然后去看复健科打针做复健，大概复健了1到2年左右，才稍微有比较好。然后后来又才开始重新画漫画，一方面也是有很多读者支持啦，因为有些读者就很久没看到我的漫画，就想说，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你更新了？你去哪里了？这样子，那我有写一篇文章说，因为我手受伤，我在一个人生很严重的低潮期，就是没办法画图，没办法开刀，然后也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跟心理的压力，就小孩刚出生要照顾啊，一些长辈之间教养的观念不同调，对，全部挤在一起，然后就是内心非常的伤心，手也不好，这样。那后来是因为很多读者支持，再加上小朋友慢慢长大以后，我就有开始想说我要来重新做这个创作。那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有在国语日报做那个专栏的连载。那会有这个机会，也是因为出了第1本书之后，就有编辑认识到我，然后他们决定要让我在上面做连载，就有画很多的6格漫画，再加上1000字的给小朋友看的卫教文章。那其实所以在给小朋友看的内容里面，那时候就开始了。那开始做这个事情之后，大概是做了1年多左右，大概更新了10几篇。后来就原本是想要画到他们长大啦，就可能3、4年级，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办法持续，所以就暂停了。暂停了以后，就又回到我们最开始，小朋友说好想要看妈妈的漫画，所以后来就把里面的内容部分，再加上全新的20几篇全新的内容，就把它放到这本书里面，这样子，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这本书的诞生。对，经历了非常多。哇，台大堂不点欣赏。1、2分钟分享这个历程，可这个历程其实是很多年的过程，对，非常多年，大概可能10年左右。哇，因为第1本书到现在大概隔10年左右了。你看哦，这个不点欣赏等一下的分享一个故事，其实也是进狗非常都辛苦改提风。不过今天真的很开心，动放一 anyway， 我们总算2本新书在台湾都见面了，而且内容很盛气，所以呢，希望你改兄弟朋友都对多支持，然后也恭喜不点医师再一次的恭喜你出书这样子，谢谢，很开心，我也可以感觉到不点医师自己也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出1本书这样，好棒哦！而且最重要的是2本书其实昨天台本你动态改蹦出很大的帮助，是真的。哇，这个节目哦，西面狗腿动家只剩下1、2分钟，我们这个整多题目不行，我一定要挑一题来问这样子。好的，太多题目，我每题都想问，但是没关系。下一本书想出什么？我下一本书的话，我有2个想法，一个是因为我是职场外科，我想要出那个痔疮跟便秘的书。我觉得很多人需要，而且要加很多图文漫画在里面。对，我觉得要痔疮跟便秘，这个是等下动应该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哇，很期待你是有觉得想要规划几年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先看一下这本书的状况。如果说这本书状况不错的话，可能会随着小孩的成长，然后就出一个系列。可能他们中高年级又有1本，国中又有1本，高中又有1本，这样子。那中间有时间的话，就来做那个痔疮跟便秘的书。一定要！听说好，那节目最末1分钟，最后1分钟，我想要请不点医师帮我们，就是给粉丝一些话。给粉丝一些话，对，我觉得非常谢谢大家，就是看我作品看这么多年，然后非常支持我。然后如果新认识我的人呢，也非常感谢你，就是看这个节目，还有看我的创作。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买这本书，就把这本书带回去，里面真的是我的心血，还有我们家小朋友的心血啊，里面还有满满对小朋友的爱在里面。那相信大人看了也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就是医疗的知识。对，肯定的，因为连我看完这一本书，我都获得很多
有知识。对，而且地读运动都来起的哦 ，Tail 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啃了之后你会更有信心，就啊 ，OK。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太棒了。所以基本上这些东方伊走在绕墙不点心上那种节目地图了，大家的小家己嘅兴趣，大家有兴趣，我觉得唔係有興趣，聽咗大家去來買。所以謝謝醫師來到這邊，讓大家的分享。謝謝大家，謝謝。我們希望講下擺家家有機會走在繞牆線上那種節目地圖了，大家的分享跟另外一種嘅專業，另外一個專業，對不對？對，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未來活動訊息，就可以在我的粉絲專頁跟臉書專頁找到這樣子。好，聽眾冇問題，所以拭目欣賞。謝謝。好，睇年下來空前從我家家來做論壇咧。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勤宅，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